目前，咱的总统落任了后1个月，会当领25万的礼遇金，副总统是18万哦。大补选正热烈欢迎国民党立委王宏维，今仔是表示讲，伊准备要提案修法，甲正副总统的礼遇金降到7万5千块。王宏维强调讲，行政院长陈建仁伫咧担任副总统的时哦，嘛捌表示讲支持调降礼遇金，即马大家会当做伙拍拼来推动修法咯。立委王宏维伫立法院头届开记者会，针对行政院长陈建仁进行做副总统的时，伫单位节目讲过要改卸任正副总统的礼遇金，直接发声表示要提案修法来甲实现。我愿意成全陈建仁，院长求仁得仁哈，那么我会先做这样的提案。王宏维强调，是要帮助陈建仁实现承诺，嘛搬出2017年立委民进党立委的人数，同意未来正副总统礼遇金额袂当超过年金改革的上限。当时有立委讲1律8万，王宏维表示提案会照陈建仁讲的金额，也就是原本的正副总统卸任达过25万到18万的金额，拢降到7万5。这个总统副总统礼遇金的审议呢，如果在立法院审议，我们当然是要尊重立法院审议的结果。其实美国总统他也有礼遇那礼遇也算是周到的，可是副总统的部分，他礼遇就缩减非常多。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节省国家资源不要浪费公帑可以再去检讨跟调整空间有学者表示，因为各国民情无同，有讨论空间。王宏维嘛讲，要提案修法的部分，也未甲党团沟通，但会寻求支持，嘛会争取当时提案的民进党立委来支持。另外，像前总统马英九嘛可能受到影响，伊表示爱一律适用。记者陈文丽台北采访报道。